業績考察最後一天，趕緊給我來個財神爺吧！莫浩南，我闺蜜的舔狗，这是你能消费的地方吗？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给女朋友买礼物，还需要挑日子吗？我要这款，最貴的那個。百達翡麗，你知道這表多少錢嗎？38萬，抵得上你10年工資了。窮鬼就別裝大款，趕緊出去。我買不買得起，不用你管，你只管開票就行。你是被我閨蜜甩了，腦子受刺激了吧？美女，看你也年輕漂亮的，別被這窮小子給騙了。莫浩南，真不用，我們是假情侶，又不是真的，不然我來出錢吧。你給我出去！我今天就非要買了這個表，38萬的單子，沒有人接嗎？哇操，大單子啊！他不要，我要了。現在的櫃姐都這麼穿了嗎？好感值+1+1+1。我什麼都沒做，他對我心動什麼？只要完成這單，我月底就能轉正了。希望這個人真能拿得出錢來吧。先生，抱歉，我同事言語不當，請別生氣，我來為您服務。小溪別搭理他，他是我閨蜜的前未婚夫，窮屌絲一個，買38萬的百達翡麗就是口嗨。莫浩南也算幫了我大忙，既然他不要錢，送塊表給他，就當是他的報酬。就要這款，我來付錢。不用，我自己來付。喲，還裝骨氣呢？不會是想讓這位美女幫你付錢，事後再去舔人家吧？莫浩南，你還真是改不了舔狗的本性。我有沒有錢，馬上就能證明。行啊，那你就證明給我看。要是拿不出錢，就給我跪下道歉。別廢話了，刷卡。我今天真是捅了美女窩了，怎麼全都穿成這樣？這個廢物，他從哪兒拿38萬出來？支付成功，消費38萬元，任務完成，獎勵發放。他到底什麼身份啊？隨隨便便到賬380萬，難道比我爸掙錢還快 ？Yes， 月底最後一天，業績完成了。這位大哥真是我的貴人啊，我可不能錯過他。先生，這是我的名片，我們能不能加個微信？舔狗行為觸發，請宿主不要展示任何對女人的主動。名片我收下了，不過我有女朋友了，不方便加你。以後有需求，我會讓她聯繫你。林夢瑤好感度+1+1。這個女人哪裡比我好啊？好像還沒我大呢。我硬挖牆腳也不是沒有機會吧？老爸，你又要幹嘛？猜猜我在哪兒？你不是去江城考察市場了嗎？傻孩子，爸一聽說你談男朋友了，就買票回來了。我到機場了，驚不驚喜，意不意外？什麼？讓我準女婿開車接一下我，我和他好好聊聊。我哪有車啊？總不能騎小電驢見老丈人吧？系統，請立即用我剛才的獎金兌換一輛邁巴赫。兌換成功，請宿主立即領取。你來這兒幹什麼？提車啊，我總不能騎着小電輪見老丈人吧？先生你好，很高興為您服務。我從網上訂的邁巴赫，今天提車。好的，我去後台查一下訂購信息。美女，不用查了，這男的就假裝富二代。過來加你微信。什麼？他是色狼？上次没打死你，結果把腦子打壞了是吧？還夢見邁巴赫了。夢瑤，姐姐是過來人，勸你一句，舔狗吊着就行了，根本沒有認真的必要。蘇淺淺，你來幹什麼？我也是來提車的，
楚总可是給我買了寶馬呢。哎，不貴，幾十萬而已，送你當代步車了。莫浩南，聽到沒有？楚總這輛寶馬都要大幾十萬呢，邁巴赫更是100萬豪車，你一輩子都買不起。要是我買得起呢？买得起迈巴赫，本小姐就赏你这杯酒喝。你有病吧？舔我的时候，你可是连我的洗澡水都愿意喝呢。宿主愤怒值飙升，解锁跆拳道黑带，武力值加99。梦瑶，看到没有？这男人就是一个废物，上我的车你不配！你们不是瞧不起我嗎？那還真巧了，偏偏今天還就是我的人生巔峰。美女，去查一下這台車的購客信息，告訴他們這是誰的車。莫前輩，我知道你要面子，但是這車真的比你想的貴太多了。我還嫌它不夠貴呢。真是窮人眼界低，你根本想象不到一輛車能貴到什麼程度。沒錯，貧窮限制了你的想象力。莫先生，您的邁巴赫已經備好，祝您一路順風。以後我也是您的專屬管家，永遠為您服務。什麼？美女，那你可以現在為我服務一下嗎？渣男，剛有錢你就變花心。給我跪下！願賭服輸，給我這個100萬車主磕一個，不跌份兒吧？前女友。怎麼回事？這個廢物哪來的錢？以前大氣不敢喘一聲，現在還敢打我了！檢測到前女友心聲，是否啟動竊聽系統？啟動。他舔了我3年。今天之所以這麼生氣，不過是因為心底裡還放不下我罷了。只要我給他一丁點甜頭，他明天就會繼續做我的甜主。蘇淺淺，誰給你的自信？梁靜茹嗎？媽的！來人，把林氏集團安保部全給我叫來！楚總，別着急，我養的舔狗我來訓就行，保證他繼續當冤大頭，給咱倆吸血。浩南，我之前小瞧你了，我有錯。你還有多少錢啊？都轉到我名下吧，只要你認錯，我就答應明天早上還吃你給我買的油條。表面笑嘻嘻，內心還是把我當舔狗。蘇淺淺，你的自信真可愛。別碰我，髒窩囊廢！買了輛車就了不起了是吧？不就是邁巴赫嗎？老子也買得起。美女，給我來輛一模一樣的。對不起。莫先生，這台是全球限量3台的典藏款，不是有錢就能買的，您不具備購買資格。你他媽知不知道老子是誰？我是林氏集團的市場經理，你放開他！喲，還想逞英雄啊？我的床很大，你過來滾一下。你個實習生，給你晉升的機會你不要，就別怪我開了你！英雄救美副本完成，鄰家千金林夢瑤好感度飆升至90。你動他一下試試，知不知道他是什麼身份？他什麼身份啊？以為姓林就能碰瓷我們林氏集團啊？還真讓你說對了，夢瑤，你這個董事長女兒的身份還要瞞我到什麼時候？你都猜到了，那我就實話實說了。分公司虧損嚴重，父親讓我以實習生身份進入公司，暗中調查貪腐。演技不錯啊，差點給我騙了。短劇沒少看吧？董事長女兒能看上你，莫浩南，你逗我呢？不信是吧？
我的智商不允許我相信。就是正常人智商能相信你吗？好，那我只好请我老丈人来一趟了。林叔，我和梦瑶本想開車去接您，結果遇到一個找茬的，還要將您的寶貝閨女開除林氏，您說怎麼辦？誰敢動我林家的女兒女婿？秘書，馬上調我的私人直升飛機來，5分鐘內，我要立刻見到女兒女婿。林夢瑤、莫浩南冒充董事長的女兒女婿，你們是不想活了？廢物啊！我倒要看看你的老丈人是哪個村裡掏糞的。3、2、1。董事長，誰他媽說我是掏糞的？檢測到岳父候選人1號登場，林氏集團董事長，身價103億，是否更換姻緣線？我去，女兒國色天香，岳父身價100億，不用換線，老子今天中门對狙，死守這條線了。你敢動我女兒，你是不是要連我這個董事長一起炒了？爸，我懷疑海城分公司的巨額虧損就與此人有關。楚總，你瘋了，得罪了董事長你還笑？来人，保安隊的所有兄弟都給老子集合！今天老子就要現場打假！打假？打什麼假？當然是打這個老東西的假！眼，你们群演还真當自己是董事長了？莫浩南給你多少錢？老子給你10倍！我已經和總經理確認了。董事長今天去江城考察，根本不在海城，我們都被這個替身騙了。原來是個冒牌貨，差點被這老登騙了。老東西，演砸了吧？董事長今天根本就不在海城。爸，莫浩南，快救我勸你们放了他們父，不然你們在林氏、在海城的日子就到頭了。到頭了？我看到頭的是你們吧？電話，我要見你們海城的總經理。老東西，你也配見我們總經理？怎麼不敢嗎？如果我們真是騙子，把我們拿下，你不也算大功一件嗎？對，拿下了這個騙子，肯定是大功一件。楚總，你又要高升啦！好，我看你們是不見棺材不掉淚。我現在就給總經理打電話。老東西，我看我們總經理認不認識你？喂，什麼人？說話！來人，救我！掉頭，立刻掉頭！喂，天意呀！看來老天爺都覺得打這通電話都是純屬費電。再快點！是董事長的聲音，絕不能出事！都給我看住了這個老東西，別掃了老子雅興。是，這個世界上沒有能拒絕我的女人。你剛才的表現讓我很不高興。淺淺，我和她玩一下，你不會吃醋吧？不要碰我女兒！找死！放開我！總經理，您來了。董事長！董事長？這是誰幹的？誰？
事長，是誰把你打成这樣的？糟了，這老頭真是董事長。这是誰幹的？给我站出来！总经理，是他谋害林董事长。畜生，你要不要脸？居然反咬我一口！就是这小子打傷林董事长，還威脅我要我替他頂罪。你看他腳下的酒瓶，就是凶器。楚總，你这手禍水東引真是高啊！你千万不要被騙了，就是他打伤了我父親。林总千金一直在国外鍍金，我暫時不能確定你的身份。我早就聽說你亂搞辦公室男女關係，被裁後更是挾私報復，沒想到你現在開始對董事長下手了。他說什麼你就信什麼，我說什麼你就不信。你被裁員後報復性襲擊董事長，非常符合邏輯，我為什麼不信？還有你，我憑什麼相信你這個來歷不明的實習生？檢測到關鍵人物正在死亡，說主線任務失敗，宿主將被林面瑤拋棄，回歸舔狗狀態，病死街頭。若想救人，現在還有什麼辦法 ？SSS 級挑戰真愛之吻，若在接吻時成功讓女方心跳提升至100加，可解鎖神醫技能。SSS 級挑戰真愛之吻，若在接吻時成功讓女方心跳提升至100加，可解鎖神醫技能。算了，管不了那麼多，試試吧。不是吧？莫瑶對我有沒有感覺啊？心跳達不到100加，老爺子可就沒救了。看來楚生蘇淺淺說的果然沒錯，這男的死到臨頭還是小頭控制大頭。好強的吻技，心跳數字飆升，突破100，突破了 ，yes！ 莫前輩，你在說什麼呢？莫瑶，對不起，這件事我以後會和你解釋的，但是現在救人要緊。沒有，你不用解釋的。林夢瑤好感度+1+1+1。我去，不是吧？我強吻了他，反而好感度增加？以前不是都會罵我流氓嗎？難道有錢真的可以倒反天罡？系統醫療技能激活。系統醫療技能激活。真愛之吻挑戰完成，鬼醫聖手已附體，醫療技能激活。莫浩南，你要幹什麼？我老丈人已經這樣了，我當然是救人。你能救董事長？包在我身上。我前幾天剛報名款課，自學中醫。自學中醫？董事長金尊玉貴，你是拿他老人家練手嗎？就是，就想害董事長，對不對？我看想害死董事長的人是你們。等他醒了，看你們還怎麼編。董事長，你快讓這個廢物住手啊！保安隊，給我攔住他！給我看啊！糟了，他真的把董事長治好了。舒暢。爸！董事長，狗膽包天的東西，竟敢對我動手！檢測到林夢瑤好感+1，任務提前完成，系統獎勵同床共枕1夜，是否領取？當然。哎，不對，這不能隨便領取，讓我想想。獎勵存檔，宿主可隨時領取。爸，你好起來了。閨女，這個實習生真是林總女兒。你們兩個非法裁員，欺壓我女兒女婿，說吧，自己辭職還是我找執法司來？董事長饒命，都是畜生逼我這麼做的。你這賤人，不要亂說，你要害死我嗎？今天起，你們不再是林氏集團的員工，還有你，不辨是非，罰薪3月。謝董事長寬大處理。都愣着幹什麼？還不將這兩個害群之馬拖出去！救命啊！林總開啊！救命啊！林總開啊！林總！小莫啊，雖然我很看好你，但按林家組織，你還需要通過家族考驗，才能名正言順娶我閨女。家族考驗？這小老頭想幹嘛？3日後，海城即將舉行董事大會，你若能拔得頭籌，我相信所有林氏族人都會認可你這個女婿。好，我去。不，他不能去。夢瑤，我不去，不就露餡了嗎？還怎麼假扮你男友？賭石如賭命，一刀窮，一刀富，一刀穿麻布。你知不知道去賭的都是些什麼人啊？
什么人啊？鱼龙混杂，黑白通他。总之，不是你能应付的。让他假扮男友，不过逢场作戏，我怎能让他冒生命危险？他是在担心我这个笨女孩。不管是真情侣还是假情侣，这赌石大会我去定了，绝不能让你成为家族联姻的牺牲品。赌石大会我去定了，绝不能让你成为家族联姻的牺牲品。林梦瑶好感度+1，提升至99，即将達成第1位100%女孩，激活黃金眼系統。我的天哪，什麼脾性？100億總裁也穿5塊錢一條的卡通內褲。夢瑤，你放心，無論這次賭石的對象是誰，我都絕不可能輸。好，不愧我未來的女婿有魄力。3天後賭石大會，你若能帶回全場至寶，老夫當場給你和夢瑤定親。浩南，你真的懂賭石嗎？剛學了一點點。他為了我，甘願傾家蕩產，以命相賭，是不是？浩南，你是不是真的愛上我了？啊？夢瑤，我們不過是假裝情侶，演戲不用做到這個份上吧？存檔獎勵同床共枕，由女方主動激活。是吧？還有這種操作？這不是演戲。那你要幹什麼？要不要假戲真做，當我的男朋友？這樣不好吧？賭石如賭命，3日之後，我怕你傾家蕩產，而林氏族人又最為看重利益。也許只有假戲真做，懷上你的孩子，才能讓你破產之後留在林家，混一口飯吃。嗨，真不用，賭石見寶，我有把握，你別勉強自己。你不用故作輕鬆，而且我也沒有勉強自己。夢瑤，你喝多了。不，我很清醒。這個吻真實嗎？真實。我苦追蘇倩倩3年，拉一下小手都得被翻白眼，還是第一次有女生主動吻我。等一下，你真的不用給我生孩子，我不當追婿也餓不死。系統，趕緊關閉黃金眼。黃金瞳暫時關閉。你在和誰說話？沒人啊。夢瑤，你聽錯了吧？我怎麼好像聽到了系統什麼的？沒人啊。手機系統我更新一下。這個時候你就不能專心一點？我幫你關機。夢瑤，你們林家風水太旺，我渾身又熱又癢，住不習慣。這幾天我先回家睡了。3天後咱們賭石大會見。廢物，讓你去林氏臥底，竟然被掃地出門，知不知道這會給我們楚家造成多少損失？大哥，我已經得到確鑿消息，3天後的賭石大會，林家也會去。給你最後一個機會，搞垮林家，否則楚家再無你的立足之地。林夢瑤，莫浩南，我一定讓你們傾家蕩產。我出重金，請龍小姐出手，賭石大會替我長眼。吳總，你別晃了，我眼睛都暈了。住口！賭石大會馬上開始。我花1000萬請的高手還沒到場，我能不急嗎？這就是傳說中
鉴宝世家农家的长女。今天她做谁家的鉴定师，谁家就要青云直上了。1000万找的女人，身材是不錯。哼，穷人乍富，假名媛一个。你说谁？我说你。本姑娘不但鉴宝准，鉴表更准。涂总，你看他。龙小姐，手没打成吧？您别和她一般见识。她可是女财神，今天搬到林氏一雪前仇才是大事，你忍一忍。林氏总裁林天豪先生到。莫浩南，今天你的死期到了。今夜开。开普敦原产钻戒，价值300万。卡戴氏的秘密香薰内息，价值50万。巴塞罗那定制风衣，价值100万。我去，这是遇上树枝怪了。他的就那么耀眼？梦瑶，你别误会，我只是在侦察敌情，林叔那才是纯欣赏。爸，真是服了，男人到老都这个嘴脸吗？林家，你们今天请的鉴定师呢？小爷在此呢。你？是我，怎么了？我本以为林家颇有家资，会请哪家的老师傅出手鉴宝，没想到找了你。你们认识？太认識了。此人不過我3年來的一隻舔狗而已。莫浩南，你死定了！聒噪！聒噪！小丑，哈哈哈！看到没？龙小姐说你是小丑呢。包括你，在座的诸位，在我眼里都是小丑。太目中无人了！我们海城名流齐聚，竟被说成小丑。王总，你手上的鸽子蛋5克拉，直径11.1毫米，产地南非，我說的對嗎？絲毫不差。神了，真是神了！隔着這麼遠，龍小姐只是看了一眼，就把信息全部說對了。龍小姐鐵口神斷，莫浩南，你輸定了。莫浩南，一會兒你要是輸光了褲衩，本小姐不介意割了你那無用的腰子抵債。有意思，這女人有點手段。我宣布賭石大會正式開始，來人上原石。黄金岩，開！我去，這批原石裡真的有無價之寶啊！一刀窮，一刀富，一刀穿麻布，不知各位準備好了嗎？老子棺材本都帶了，早就準備好了，我也準備好了。好，第一批原石，請各位長眼。1000萬，我要1號；2000萬，我要2號。這個5000萬拍下，剩下的可以扔垃圾桶了。來人，請開玉。1號紅了，2號紅了。3號出玉了，頂級雙花籃價值1個億，翻倍了！翻倍了！龍小姐賭的原石翻倍了！他只看了一眼，就讓5000萬的資金翻了1倍。要想贏他，我們得下血本了。飄花種2000萬，紫羅蘭3000萬，正陽綠5000萬，
全中了，龙小姐全中了，加上刚才的顶级双花篮，她已经快出了价值2个亿的玉石了。不行，再让这小牛买下去，今天所有带玉的石头都得被他挑光了。没错，我们得赶紧出手，1000万，我要那个；1500万，我也要那个。小莫，还不出手吗？再拖下去，我们今天就要颗粒无收了。不急，等等。怎么样，小子，还敢玩吗？当然。我看你呀，就是煮熟的鸭子，嘴硬。我不出手，是因为时机未到。我若出手，那将是绝杀。小子，我还以为你有点本事，没想到却是一个不敢出手的缩头烏龜。和你賭石真是無趣，不如我們加個碼。你若輸了，做我家奴，給我擦鞋洗腳。不行，他是我男朋友了。好，我答應你。警報！警報！此女不在攻略名單之中，暴力傾向嚴重，不建議宿主提升親密值。無妨，老子早就不是舔狗了，現在就要喝醉烈酒，騎最狂的馬，馴服最不可一世的女人。我宣布，競拍繼續 ，A 級、B 級、C 級原石已全部拍完，剩餘還有一筐 D 級邊角料將進行打包拍賣，請各位出價。就剩最後的一筐邊角料了，我看他怎麼翻盤。看來這小子就要去給龍小姐當擦鞋的男僕了。我出3萬，我出4萬，剩下都是不值錢的東西了。你用零花錢隨便跟點吧。5萬，好，蘇小姐出價5萬，還有要競價的嗎？5萬一次，5萬兩次，5萬。我要出價。哈哈哈哈哈！黃金瞳，開！我的天，這麼多零，抄底的時候到了。我要出價。先生，您的競價是？我出5萬01塊。什麼？就比我多1塊？對，就比你多1塊，多1毛我也不浪費。成交，恭喜莫先生，5萬01塊，拍下本場剩餘碎料。林總，這就是你挑的好女婿，5萬塊錢給你買了一筐土坷了，等你100年之後買你用嗎？我們林家不需要你一個外人指手畫腳。開除我楚生就是跟我楚家結仇，等你嫁給這個廢物，你就是我們全海城的笑話。真是我趕鴨子上架了。小莫，你是個好孩子，可惜沒有賭石的眼光。今天林家顏面掃地，錯的是我。林叔，賭石未開，結果尚未可知，誰說咱家顏面掃地了？腦子沒病吧？龍小姐可是開出了2個億的寶石，這堆土坷了怎麼可能超過2億？蘇淺淺、楚生，我來告訴你們這裡有沒有頂級寶玉，都給我睜大眼睛看好了。哇！不可能，真的被他開出翡翠了！這塊雙花籃顏色深邃，是極品中的極品，不亞於龍小姐開出那塊啊！美女，我不用給你擦鞋洗腳了吧？我竟然打眼了。龍小姐，以你的水平，不可能看不出這些邊角料裡能出玉，可惜你太過自傲，
对他們不屑一顧，就像那些被你瞧不起的男人，誰說就一定是廢物呢？這怎麼可能？你不過運氣好罷了。你我二人各開出一塊雙花籃，價值相等。別忘了，我還有3塊寶石，價值過億。行啊，那我就讓你心服口服。沒錯，你不過就是運氣好罷了。我不信你還能再開出來幾塊極品，畢竟10賭9輸。不是賭，是看。我能看得見。搞笑，你以為你是孙猴子，火眼金睛啊？莫先生，需要師傅為您繼續解釋嗎？這些玉石走線特殊，讓師傅歇着吧，我來親自解釋。哪来的翡翠？笑得我乳腺结石都要碎了。有没有？你们很快就会知道。完了，看来刚刚真的只是运气而已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誰說這是廢料了？馬上就讓你們見識什麼是真正的極品翡翠。這明明就是一個擺在街上都沒有人要的廢料，龍小姐那可是2個億，你還差一半呢。我知道你接受不了這個事實，但是你也沒必要在這兒自欺欺人吧。莫浩南，你已經耽誤大家很多時間了。主持人，我建議讓保安隊進來，沒收他手中的玉石，再將他轟出會場。傅毅，來人，奪下他手中玉石。賭石玩不過，開始明搶了。楚先生，蘇小姐，讓你們的人退下，注意會場秩序。不用管，把他手裡的玉石拿下再說。把他手裡的玉石拿下再說。你们看看，這是什麼？玉血顯色，這是傳說中的血水晶，價值超過10億啊！知道就好，還說這是塊廢物嗎？天哪，5萬塊換了10個億，這比在路邊撿錢還快啊！這怎麼可能？不可能！明明是塊廢物，怎麼可能是頂級血水晶？莫瑶，看到了吧？有我在，賺錢就這麼簡單。快來人！快來人！為莫先生開解石！全都出貨了！这个臭小子怎麼可能比賭石世家的龍菲兒還要嗨？他到底什麼來頭？天哪！舔了我3年的舔狗，竟然變成了11富翁！早知道就繼續讓他舔了。龍姑娘，你還是太年輕，學藝不精啊！龍菲兒有眼無珠，冒犯大神，我願拜先生為師，重修技藝。什麼？你要拜師？龍菲兒，願賭服輸，願拜先生為師。什麼？龍小姐居然要當莫浩南的徒弟！恭喜宿主成功加載副本，是否接受龍菲兒拜師？接受。龍菲兒好感值達到100，師徒戀支線已開啟。是否更換姻緣支線，替換為龍菲兒？來了吧，一個已經吃不消了，再換一個頂不住啊！莫浩南，你還真是處處留情啊！莫浩南，老子今天就放你一馬，你給我等着！小莫，我果然沒有看錯你，今後我可就把女兒交給你了。啊，本來只是假扮情侶而已，這回騎虎難下了。這個婚你們不能結。
這個婚你们不能结。爷爺，家族联姻是我定的，都不把我這個老頭子放在眼裡嗎？夢瑤，你必須嫁給梁少。爸，你看這價值不菲的血水晶，可是小莫幫咱林家拍下的。這孩子啊，將來輔佐夢瑤壯大林家，是個好苗子。花我林家的錢買下的東西，與他何干？這塊寶石充公，做我家族資產。聯姻之事，我也不會改變。夢瑤，聽到了嗎？你必須嫁給我，保準讓你夜夜歡歌，笑得合不攏腿。嘿，下作！胡鬧！當眾動粗，還有一點大家閨秀的樣子嗎？你要讓外人議論我林家沒有家教嗎？住手！把自己亲孙女往火坑裡推，您老又算什麼呢？你，老爺子，爺爺，不孝子孫，過來跪下！實話告訴你們，老頭子我已經確診了降氣衰竭，時日無多，只有看着夢瑤你有了歸宿，我才能瞑目啊！爺爺，你身患絕症，為什麼不告訴我們啊？3天後是我80大壽，應該也是我最後一次過壽了。我希望你乖乖和梁少訂婚。林夢瑤，你不會想親眼看着爺爺死不瞑目吧？卑鄙！你要挾我！老爺子，你放心，我梁家乃醫藥世家，3天後您老80大壽，小婿一定帶着靈丹妙藥給你祝壽，讓您增福續命。您老放心，我梁家世代行醫，3天之內我定能尋來神藥為您續命。若梁少不吝施救，為我老頭子續命，我一定讓夢瑤與你當場訂婚。梁家那個小子可是出了名的紈絝子弟，夢瑤嫁過去還不如守活寡。可是如果他能救爺爺，閨女，爸爸也難啊，一邊是親爹，一邊是閨女，老天爺，你讓我怎麼選啊？老天爺，你讓所有報應都在我身上吧！林叔，你別這樣。真的沒有別的辦法了嗎？不然我家……等一下，如果我說我能救老爺子呢？說什麼？我說我要和這醫學世家的梁大少爺比一比醫術。老爺子壽宴，梁非凡不是要送能治療老爺子臟器衰竭的神藥嗎？那如果我把老爺子的病治好了呢？唉，老爺子這病遍訪名醫無效，梁家乃是醫學世家，尚且不能根治，你有什麼辦法？陰氣纏身，看來只有那一味藥才能救人了。我有一份大禮，保準讓老爺子藥到病除。夢瑤，老爺子壽宴，你們先去，我出城採藥，隨後就到。梁家公子送壽生昆山靈芝1顆。昆山靈芝，傳說是25000年一生，25000年一長，這等稀世珍寶，沒想到就在梁少手裡。浩南，宴會開始了，你怎麼還不來啊？神藥，發現 SSS 級續命神藥，請問宿主是否採摘？摘。昆山靈芝，傳言世間只剩最後一株，怪不得梁非凡這麼有信心拿捏老爺子。夢瑤啊，你們父女給爺爺準備了什麼賀禮啊？喂，林總，今天公司談崩了一筆大單，海城3大家族都準備撤資了。小子，是你做的手腳！我梁家雖然在有些勢力，但是林叔不能因為不想把女兒嫁給我，就隨便給我扣帽子吧。你們心想氣死我是吧？不但教女無方，公司也經營不善。我現在就收回你的股權，轉移給我未來的孫女婿梁少。爸，林老爺子，小婿賀壽來遲，
望您见谅。梁少可是老爷子认定的孙女婿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就是下等人也配在这儿大放厥词，赶紧滚出去！在座诸位都是江城名门望族，个个自诩清高，家财万贯。若想看人出丑，为什么不去马戏团看小丑？看小丑还要花钱呢。你在我眼里连小丑都不如。林爷爷，今日是您的寿宴，我备了一份薄礼，还请老爷子笑纳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我要送的是这世间仅存的唯一一颗昆山灵芝。又一个昆山灵芝。老爷子，咱们都被耍了，这分明是一块狗尿台！胆大包天，竟敢拿狗尿埋糊弄我！小莫，我真是白信任你了。莫浩南，你若是空手而来，说不定老爷子还能赏你一口饭吃。可你拿狗尿台前来，就是在侮辱在场所有嘉宾。这个废物真是撞到枪口上了。梁少出身医学世家，这小子竟然拿个狗尿毛出来班门弄斧，可不是嘛？真是丢人丢到家门口了。好你个废物，从哪儿找了一个狗尿牌，也敢说是昆山灵芝？真是家门不幸啊，让在座各位看笑话了。爸，爷爷，你怎么了？来人，快叫老爷子私人医生来！不好，脉象紊乱，五脏六腑都已近乎衰竭，恐怕只有一味药能治了。只要能救老爷子一命，无论什么药，我林家走遍天涯海角，一定找到。只是说来也巧，那味药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就是昆山灵芝。贤婿，还得多亏你啊！我改主意了，我同意老爷子将梦瑶嫁给你。爸，你要我嫁给这个全国闻名的流氓？梦瑶，也许我们都误会梁少了，他能为老爷子找到这世间唯一的神药，给老爷子续命，怎么可能像外界传言那样不堪？你嫁吧。梦瑶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捣碎那灵芝，给老爷子入药。不行，这灵芝老爷子不能吃。快为我服下！舒畅。多亏梁少啊，真是神药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早和你们说过了，这颗所谓的灵芝根本就是假的，亏你自称医药世家，竟然真假不分。你们要找的真正昆山灵芝，就在这里。搞笑！我出身医药世家，3岁从医，还分不出狗尿苗和灵芝吗？说不定你从小就瞎呢。你是个瞎嘞！黑干，老爷子就要死了，你還逼他吃狗尿梅，你是人嗎？來人，攔住他！跆拳道黑帶啟動。那個狗尿台竟然真的是昆山靈芝！爺爺，爸，我先扶你回去休息吧。幸虧莫先生帶來了真正的靈芝，不然林老爺真的回春乏術了。莫先生真是活菩薩在世啊！倒是這位號稱醫學世家的梁少，原來真正裸泳的是你呀！浩南，沒想到你真的在醫學上也有這麼高的造詣。沒什麼，小意思。小子，回我梁家聯姻，你攤上事兒了！恭喜宿主獲得香吻1枚。浩南，謝謝你救了爺爺，也救了我。今晚我請你喝酒吧。干，你怎麼不喝了？喝呀！系統，夢瑤這是怎麼搞的？拼酒任務意外激發隱藏屬性女神的反差。反差？不是吧？平時那麼清純，酒後竟然這麼玩得開。舒服嗎，爹
，Daddy。瑶瑶，这不太好吧？你真正的 Daddy 就坐在门外沙发上，这叫折色扮演。你怎么不按剧本来？这么想跟我玩吗？讨厌，人家才没有呢。你坏坏。检测到林慕瑶心声，是否倾听？当然。扑倒我，蹂躏我，不要因为我是冰激凌就不敢舔，不要因为我是朵娇花就怜惜我。原来他内心这么狂，挺反常的。闺女，女婿，出事了，快开门啊！慕瑶，哎呀，别闹。梦瑶没在吗？没有啊。师傅，你一个人喝了这么多酒？嗨，我练练酒量，別管了。嘿嘿，說正事兒，你們倆這麼慌張，到底怎麼了？你自己看，林氏集團涉及灰產，高層主管陷入賭博醜聞，怎麼會這樣？我們懷疑梁家和楚家的人故意給林氏高管進行利益輸送，腐化之後再誘導他們進行境外賭博，明顯是蓄意報復，試圖毀掉林氏。老爺子剛治好，一聽這消息又氣得住院了。林氏集團這艘大船要沉了呀！林叔，你別擔心，我這就去賭場調查。檢測到您進入賭場，警告：小賭不宜輕，大賭要人命，不賭就是贏。我一根正毛頭好青年，38紅騎士，別誤會，小爺我這是以賭反賭。梁非凡，你這個賭狗，看我怎麼教訓你！怎麼樣，玩牌嗎？好香的姐姐，和夢瑤菲兒是完全不同的類型啊！這位帥哥玩什麼？軟牌、骰子，還是玩你妹！我說怎麼不帶我？果然女人有錢就變美，男人有錢就變壞。哎呦，疼！我清醒了，檢測到林夢瑤怒氣值上升，好感度下降，請宿主優先進行維護。建議方案：法式舌吻。楚二少，蘇小姐到。不管了，先維護，不能讓楚生發現我在這兒。你陪我的貴哥們玩一局。二東家，我是荷官，不下場的。您的要求不符合規矩。知道我是大哥是這兒的莊家，你還敢拒絕我？劉伯、關伯、張伯，他們都是我爸爸的老兄弟，沒想到內鬼竟然是他們。什麼聲音？噓，別出聲。三位儘管玩，這緬東賭場裡所有的牌局和女人儘管享受。放開我！放開我！放開我！算了，人家小姑娘不願意，我們老哥幾個就先走了。劉伯，你們不能走啊！你們走了，林氏情報怎麼辦呀？裝什麼貞潔烈美？來我楚家的賭場做和國，就該知道誰才是上帝。你要幹什麼？你不是要符合規矩嗎？那陪我玩一把，輸了，今天晚上就給我伺候好3位貴賓。任務檢查：營救失足少女，是否開啟任務？開啟。
黄金眼升级。我靠，神技啊！贱人，胡说什么？不许我楚哥运气好，一上来就摸豹子 A。他那点伎俩，瞒不过我。哦吼，那你倒是说我耍了什么伎俩？袖藏乾坤，你藏了一张 A 在袖子里，换了你原本的牌。牌堆里2张 A， 你手里3张 A， 不是出千是什么？你的牌又藏在左手袖子。以为是个花瓶，没想到是带刺的玫瑰。好，不见棺材不掉泪，让你输个明白。我让你亲自搜身。我于曼妙还没走过眼，左袖口，牌一定在左袖口。没有。偷天换日，你要不连右边一起搜了？反正你摸的老子挺爽的。好下作的手段。还是没有，你究竟把它藏哪里了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小妖精，你输了，跟爷去开房，脱了衣服，让你找个够。3位老板，晚上咱们轮流来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识抬举，我打死你！莫浩南，是你？你他妈阴魂不散啊！癞蛤蟆搂青蛙，长得丑玩的花。莫浩南，你不会再跟踪我吧？你果然没变，还是那个舔狗。我发现你俩挺配，月老挺会垃圾分类。识相点就滚，否则叫你竖着进，横着出。大哥，救救我！小子，这是我楚家的赌场，老子管教家奴，劝你不要多管闲事。既然你是庄家，还自己出老千欺负一个小姑娘，传出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？我出千，你问他捉到钱没？你少欺负人家姑娘，她捉不到，我来。行啊，赌什么？楚总，放心，这是我楚家的赌场，360度监控，他出什么牌都逃不过我的眼。你输了，我要你的手，让你一辈子都不再赌。行啊，新仇旧账一起算。你输了，老子也要你的手。来啊！别和庄家赌，浩南，你没必要搭上一只手。出声！你又出千！我出千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这套特制的西装里，恐怕藏了不少牌吧？这是你上局偷换的方块2，这是你刚才偷换的梅花3。怪不得总输钱，原来赌场的庄家自己就出钱，退钱，退钱，退钱！愿赌服输，你坏了规矩，就別怪我履行赌約了。来人，請拿千刀。你是自己来，還是我幫你？滾開！我大哥楚天龍就是這場子的老闆，你們敢動我？少廢話，出千剁手，見光必究。那我就先把你倆砍了！劉伯、關伯、張伯，我爸待你們不薄，你們為什麼要聯合外人害我林氏？大小姐，你讓開，不要逼我們！他知道了我們的秘密，不能留活口了。系統，幫我！時空暫停，啟動。莫陽，你沒事吧？莫大哥，救命！砸我場子，你死定了！還有你個吃裡扒外的東西，老子先結果了你！小心！
還想跑？系统，给我瓮中捉鳖！卧底失败，赌石也输了，再赔上一只手，我就彻底沦為楚家弃子了。浩南，是我錯了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我把苏浅浅还給你，不跟你搶了。吃过好的，才知道以前過的什麼苦日子。這種水性楊花的女人，你自己留着吧。我錯了，別砍我的手。嗨，別哭了，願賭服輸，爺們兒一點。你們今天的所作所為，我已經錄音錄像了。買通林氏內鬼抽空股價的事情，也很快就會曝光。還有你們3個，我也要替林氏集團掃清垃圾。證據都到手了，浩南，我們走吧。等一下，你跟我們一起走，你值得擁有新的生活。莫大哥，走。莫浩南，這事兒沒完，我楚生和你不死不休。師傅，林小姐，快上車！走啊，你等什麼？我不能跟你們走。為什麼？你身上的鞭痕怎麼回事？你身上的鞭痕怎麼回事？你個臭婊子，你也有今天！3年前，我被楚天龍騙到賭場，欠下賣身契，從此就過上了地獄般的日子。跟我們回國吧，離開這裡。是他的消息。你不能走，他拍了我的照片，我跑了他會發出去的，而且還有很多像我這樣的女人被他欠了賣身契困在這裡。原本只想解決林氏的問題，現在看來，唯有將反賭進行報底，才能讓更多受害者解脫。於小姐，你願意配合我端掉緬東賭場，請楚家人吃牢飯嗎？你想怎麼做？我要你做一回雙面臥底。大哥，你一定要為我報仇！莫浩南那小子找上門了。如今梁非凡利用賭場，已經讓林氏集團股價大跌，到時候我們再抄個底，吞下林氏，指日可待。關鍵時期，你給我夾好尾巴了，再敢添亂，就去死吧！我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，一切都聽大哥的。那3個老頭，我會找人做掉，到時候死無對證，就憑一段錄音，他們也咬不死我楚家。你個賤人，你沒跟着莫浩南跑？她可是我親手調教了3年的女人，我給她10個膽子，她也不敢跑。那莫浩南不過一個無權無勢的臭屌絲，比不上楚總一根手指。想帶我走，也不過他一廂情願罷了。不枉我費心鞭策你，那小子是個定時炸彈，我得趕緊處理了。我有一計可以幫楚總殺掉那小子。真的嗎？你忍心殺他？他可是救過你的命。沒有你，3年前我已經死了。真是聽話的小狗。說，讓我聽聽你有什麼計劃，做掉那個小子。我會告訴他，在境外賭場還有很多和我一樣被挾持的華國人。我會和他約定時間，讓他再回賭場。居然想出這麼聰明的計策，平日裡怎麼沒看出來你這個笨女人腦子這麼好使？好，就這麼辦，就讓那小子先輸老婆後輸家，黃泉路牌親手插。太陽一出來，你就先拿着證據回國。那你呢？我想我得回去一趟。楚天龍不解決，永遠是個後患。不行，楚天龍是千門鬼手，他和梁非凡一個出千一個出錢，狼狽為奸開了賭場。就是那個女人，真就那麼可靠？你真不怕她騙你啊？相信一個人就是一場賭局，這次我賭的是人性。
這回我要徹底解決楚家。楚总，按照您吩咐，已经给莫浩南发了定位信息，厂子外面也安插好了咱们的兄弟。好，他不来，今天你就替他死。有人找我。哼，你果然来了。还有我们。你们怎么也来了？你不走，我们也不走。好啊，两个美人相伴，你真是做鬼也风流啊！楚天龙，楚氏总裁，江湖互称千门鬼手。哼，小子有点眼力。我们新仇旧恨一起算吧。上牌桌，先晒马，见钱打倒。什么马？你连晒马是验资都不知道，还想跟楚总赌？就是要验资是吧？林氏集团为他败书。林氏已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还背个屁的书。我們比3局，我贏了，交出你所有身家，我還要你賣身為奴。你別太過分，我們又不是沒有籌碼，輪不到我師父賣身。我的場子，我立規矩。系統，幫我把獎金餘額全部提出來。所有獎金已提現，請宿主驗收。每張卡裡1000萬，能開始了吧？這點錢毛毛雨。要是你輸了，我要你放歸所有誘拐的華國男女，讓他們離開這人間地獄。好，一言為定。這一局咱們比大，我先來。敢跟我大哥比骰子，你算是走到頭了，這可是他最擅長的。哎呀，你們就放心吧，我的舔狗我知道，他哪會玩這些。6個6，最大。得意什麼？我師父還沒出手呢。浩南，你到底會不會？別慌，我在酒吧看人玩過大話 C。小鼻嘎也敢碰大象腿？楚總和你玩，也是殺雞用上牛刀了。逢賭必贏。6個6。對了，忘記提醒你了，就算你搖出6個6，也是楚總贏哦。少子平局，莊家為大。這一局你輸定了。哈哈哈哈哈哈。既然你們要玩心眼兒，就別怪我了。加起來是42點，師父贏了！居然是辣手催熟。我用單身20多年換來的手速，才學會催小。你以為呢？怎麼會？他根本不會賭術啊！蠢貨，嘰嘰喳喳！楚生，管好你的女人！繼續，這一局不比大，比小。沒想到這小子有點手，看來我得打起精神了。大哥這招魔音回耳，不僅能擾亂對手心神，更能破了聽少黨的耳功。一柱擎天小青龍，哈哈，贏了！普天之下能搖出這個的，唯有我大哥一人。小子，現在你知道何為千門鬼手了吧？哼，老母豬戴胸罩，一套又一套。怎麼辦？怎麼可能有比1還小的點數？別慌，我有辦法。我看你是煮熟的鴨子，嘴硬。林夢瑤、龍菲兒，這小子待會兒不但要把自己輸在這裡，你們兩個也乾脆留下來抵債吧。看到了吧？作為女人，選對男人是多麼重要。只有楚家這樣的大家族，才能保我蘇淺淺一生榮華，而你們只能跟着這個屌絲做一輩子窩囊廢。清靜了，該我搖骰子了。哼，這小子搖得毫無章法，根本就不會玩，我看你怎麼輸。讓你們知道何為逢賭必贏。什麼？這怎麼可能？你有一柱擎天小青龍，我有日轉星移山河定。什麼？竟然沒有一面骰子朝上！莫浩南居然搖出了0點，怎麼可能？師父果然略微出手，就到了這個分段的天花板。
楚天龙，你輸了，乖乖履行你的承諾吧。不可能，絕對不可能！誰 TM 說老子輸了？還有最後一局，老子已經翻你的盤。好，那我就讓你輸得心服口服。這一局比大，你以為我千門鬼手能混到今天，只會些花拳繡腿嗎？今天我就讓你們死得痛快。最後一局，一局定乾坤。看來我大哥要上絕技了。浩南，不要和他賭了，他肯定挖好了坑等你跳。怎麼還沒開始就怕了？還賭不賭啊？這就是賭徒，一旦開賭便發了瘋，上了癮，難以掙脫慾望的漩渦。既然如此，我便給你上一課。賭，我不僅要賭，我還要贏你。楚總，你連輸2局，籌碼都輸光了，還拿什麼跟我賭？我會沒有籌碼？去，把我辦公室的金條拿出來。于小姐，你願意配合我端掉緬東賭場，請楚家人吃牢飯嗎？你想怎麼做？我要你做一回雙面臥底。你知道楚天龍拐賣華國人的證據在哪兒嗎？他的密室有一個無人能破譯的軍用保險箱，楚家涉及灰產向境外拐賣人口的證據都在裡面，包括我的賣身契。好，等我與楚天龍對局時，我會給你創造機會，讓你潛入密室，拿到罪證。這個米國軍用級別保險官號稱無人能夠破譯，莫大哥能不能行，就看你的了。阿生，去看看人怎麼還沒回來。是。再不破譯密碼，雲曼廟就會陷入危險。糟了，有人來了。終於破譯了，保險箱密碼7812。楚天龍所有的違法證據都找到了，這封是他們強制我簽的賣身契。境外賭博雖合法，但這份證據能坐實楚家兄弟拐賣人口罪名，讓國際刑警有理由緝拿他們。雲滿廟，你在幹什麼？你藏的什麼？你想偷金條？我沒偷，這是準備給天龍總送過去的。鬼鬼祟祟的，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想幹嘛？你是想偷回你自己的賣身契？老闆，保險箱沒問題。也是，這種米國進口的軍用保險箱，就憑這個女人，怎麼可能打開？磨磨蹭蹭，還不拿着金條快走！既然籌碼已經到了，那就繼續吧。慢着，在賭之前，我要先驗驗這金條的真偽。你什麼意思？你是在質疑我們楚家的信譽嗎？龍哥。要端過去給他看嗎？給他看，反正他也贏不走。金條沒問題，可以開始了。莫先生，你驗了我的籌碼，那我是不是也應該驗驗你的籌碼呀？你什麼意思啊？浩南，你要是贏了，我黃金帝國的所有女人都可以陪你；你要是輸了，就讓他陪我。看着就很潤。師傅，我來和他們拼了！菲兒，別衝動，他們人多，你別管我。把他給我押過來。等一下，我還有一句話要說。說。浩南，我們本就是假情侶，你現在走，我不會怪。走，林小姐。我現在想假戲真做了，怎麼辦？這局輸了，我和你一起死。我那晚，你們兩個瓮中之鱉還親上嘴了？這裡是賭場，不是你們的大床房。被我甩了之後，你就這麼着急發現嗎？夠了！少給老子耍花樣，上賭中！一會兒就讓你們知道什麼叫秀恩愛死得快。
這把再讓你開開眼，拿好貨出来。這一幅可是特制的象牙工艺，光是这套岛子都比你小子的命还值钱呢。死之前给你开开眼。来吧，这局你先手。不对，这骰子有问题。这骰子经过能麻醉大象的神经毒素，只要在10公里用力摇晃，毒素就会散发出来，包他晕得像死猪一样。来吧，请摇筛。怎么了？不敢摇了吗？不对，楚天龙这局根本不是冲着胜负来的，是冲着我命来的。倒计时，开始。倒计时30秒，開始。30秒不動手，視為自動棄權哦。邱浩南，你在搞什麼？你真不敢出手，要棄權了嗎？師傅，你快出手啊！ 3、2，出手，搖中。还以为这小子能看出来点什么，原来不过虚张声势。這個廢物果然還是中計了，今天你下不了這張賭桌了。然，你怎麼了？卑鄙！你們對他做了什麼手腳？這小子毅力還挺堅定，到現在還沒閉眼。那我就讓他睜大眼睛，好好看看自己是怎麼一敗塗地的，再讓他親眼看着這個小妞是如何侍奉我的。我還沒輸，楚天龍，該你搖了。不見棺材不掉淚，我讓你死個明白。雖然我不懂賭局，但這把明顯師傅在氣勢上弱了好多，這不是他的狀態啊！怎麼？你想聯手出千是吧？我看是你們對我師傅做了手腳，他明顯狀態不對，不對，這賭莊絕對有問題。你們臨時更換骰子，一定是有問題。多說無益，開弓沒有回頭箭，現在你們說什麼都晚了。我千門鬼手贏定了。第3局，決勝局，小者為勝，準備開周。莫浩涵，你不可能贏我的。誰輸誰贏還不一定。開中！全都沒有點數，這又是平局？什麼平局？不是說了嗎？莊家為大。我贏了，這丫頭的命歸我了。我贏了，這丫頭的命歸我了。服不服？現在起，你的女人就是我賭場的奴隸。來人，上賣身契！你們害了師傅，還想害夢瑤小姐，我和你們拼了！菲兒，好難。輸？誰說的？浩南，你沒事？拍桌子不認點兒，小子，那你可踢到鋼板了，你的命我可是要定。打了個咳嗽，你不會以為我真的中毒了吧？你是裝的。蚍蜉撼大樹，可笑不自量。楚天龍，你還真以為這點把戲瞞得過我？把你這對狗招子放亮堂點兒，看清楚，這是什麼？國際刑警警徽，你楚天龍，不要以為只有你會做手腳，看看你的賭籠裡有什麼。定位報警器，沒錯，你是自己拉響了定位警報的，你親手拉響你楚家的喪鐘，是你給我賭籠的，臭婊子，你出賣我！你們聯手做局。系統，激活武道技能。武道技能已激活。大哥，怎麼辦？條子一來就全完了。不，我千門鬼手怎會栽在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手裡？小小鬥子將人變得如此狂妄、狡詐、瘋癲，你自己說，賭該不該決？是國際民警來了，不對，怎麼是他？該不該決，我說了算。該不該決，我說了算。梁少大人來了，我們有救了！梁非凡，
国際刑警馬上就要來了，勸你乖乖自首。区区幾個緬國刑警，他們已被我通通做掉。現在我為刀俎，你們為魚肉，任我宰割。你要是跪下求我，說不定我還能大發慈悲，讓莫浩南死得痛快點兒。別用你的雙手碰我的女人，莫浩南，先是毀我聯姻，又壞我大業，我今天就要把你千刀萬剮！就你那細狗身板，我能打10個，殺你用不着我出手。不好，梁非凡居然請來了缅拳之王师太，他可是缅拳传人，扑杀更是他的绝招，无人可敌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！师太，给我把他们都杀了！怎么办？我们肯定打不过那大块头，是我连累了你们。一会儿你们想办法先跑，我来拖住他们。我一個大男人，輪得到你們幾個女人為我衝鋒陷陣嗎？師傅，讓我來吧，你帶林小姐先走。師太，我和你打。哈哈，你個娘們兒能有多大能耐？不過送死罷了。像你這種敗類，殺你，污了我的玉簪。這簡直是銅牆鐵壁！菲兒小姐，我完全不是她的對手。敢傷我的徒弟，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。敢傷我的徒弟，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。讓你領教何為龍的傳人。怎麼可能？你居然打敗了師太！別急，下一個就是你。你們還愣着幹嘛？給我上！誰殺了他，獎勵1000萬！還不快跑！這小子開掛！他媽的！殺了我！成王敗寇，我梁非凡栽了！你不殺我，我日後找到機會定報此仇。我不會殺你，殺人是犯罪。我要讓你們把牢底坐穿，生不如死。曹別動、別動、梁非凡，你們兩家涉嫌嚴重違法亂紀，請配合調查。帶走。楚天龍、楚生、蘇淺淺、梁非凡等人涉嫌危害金融管理秩序、拐賣人口、殺人未遂，情節嚴重，依法判處終身監禁。小莫啊，你不但救了我的命，更是挽救了林氏集團。有件事，我和你林叔已經商量好了。什麼事啊？二老不要嚇唬我。等你和孟瑤成親之後，我們就林氏集團所有股份都轉給你。浩南，有你帶領，林氏一定能再創輝煌，我和爸爸也能安心退休了。多謝岳父大人信任。既然如此，你和孟瑤這個婚禮什麼時候辦呢？你爺爺可等着抱重孫呢。瑤瑤，什麼？馬桶爆炸了，我馬上回來。師傅，留步！啊，你們倆怎麼也來了？我已經按照您的吩咐，在龍氏旗下的玉石公司給於小姐安排了職位，她這是專程要來感謝您的。浩南哥，謝謝你把我從地獄一般的生活中拯救了出來。曼妙，你客氣啥？你這麼優秀，一定能夠在龍氏有所作為的。師父不誇我，我可要吃醋了。哪敢不誇你？有了你們龍氏的幫助，我們林氏集團才能徹底打開國內玉石市場。孟瑤，你怎麼穿成這樣？莫浩南，假扮情侶的遊戲結束了，我要你做我蓋卓的老公。走，我們領證去。我們還不能結婚，我還沒有準備好。我看你就是拖延，渣男。師父，女孩子主動為你穿婚紗，你怎麼能拒絕呢？太不解風情了吧？你過來，替我處理個小問題。師父，我就知道你不可能是渣男，原來你做這一切
都是为了给梦瑶一个完美的婚礼。你可得替我保密啊，不然白天不就被你们白骂了吗？原来师傅苦于没有合适的酒店举办婚礼，那我不如把我龙家旗下最顶级的5星级酒店借给师傅一用。3月号，师傅你和梦瑶的婚礼就在龙悦酒店举行，如何？听说这个酒店收费天价，且只接待各国首脑或者国际要员。菲儿，你是怎么订到这么高大上的婚礼场地的？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这本来就是我二舅的产业，况且我也是他们酒店的至尊 VIP。师傅你就放心吧，这个月龙悦酒店只为您開放。菲兒，我真是沒有看錯你，辦得漂亮。師傅，菲兒願意為你做任何事情，就算是策劃你和別的女人的婚禮，我也甘之如飴。菲兒真是個好女孩，可惜我有夢瑤了。不過，師徒情分也是很美好的。菲兒，就算我結婚了，也不會不理你這個好徒兒的。今後我罩你們。有師傅這句話，菲兒就算是死也值了。明天我就親自帶隊布置酒店婚禮會場。不，我來。布置婚禮現場得我親自做，才有意義。哎，這裡不讓參觀，去！誰說我是來參觀的？瞧你這窮酸樣，難不成還想來住店？也不打聽打聽龍悅酒店，就算是市首大人想入住，都得排個號。哪兒都有狗眼看人低的東西。要不是我的好日子將近，不想觸霉頭，高低得給這不長眼的小子鬆鬆筋骨。看好了，我不來住店，我來布置酒店會場。看清楚沒？這是准入證件。喲，原來是老闆新招的新的裝修工人啊！你什麼意思啊？既然是裝修工，就更應該遵守酒店規定。你穿成這乞丐樣是不能進酒店的。怎麼，我來搞個布置還得穿西裝打領帶啊？西裝、領帶、黑皮鞋，一樣都不能少。唯有如此，才能配得上我們龍悅酒店的至尊格調。什麼至尊格調？我看是狗皮倒槽，讓開，否則耽誤了我的事，別怪我不客氣。想在龍悅撒潑，我看你小子是活膩了。總有刁民想害老子，既然如此，我也無需再忍了。不想死就爬遠點兒。快來人！快來人！有人鬧事！孟浩南，是你！我閨蜜的天！你是？是我啊，李英娜。是你啊！哎，你不是在奢侈品店幹銷售嗎？怎麼來酒店當經理了？涉獵挺廣啊。還不是你那會兒不給我刷業績，叫晨曦那小賤人轉了正，我只好換工作了唄。呵呵，當時潑天的富貴給了你，你自己接不住啊。哎呀，莫哥，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說了。今天你來我們酒店有何貴幹？要不我來接待你吧。不長眼的狗東西，敢攔我莫哥，還不跪下道歉！李經理，我做錯了什麼？是他先不遵守酒店規定的。你應該叫人把他趕出去。你鬼叫什麼？他可是隨便出手就買下幾十萬手錶的財神爺，你要敢壞我好事，我饒不了你。李經理，你是不是舔有錢人舔傻了？什麼財神爺？他只不過是老闆新招的裝修工。什麼？裝修工？差點以為你真有什麼身份，沒想到就是個裝修工。我的確是來布置會場的，不過……嘿，我就知道你這臭屌絲怎麼可能翻身，簡直浪費老娘表情。李英娜，
你何必当什麼銷售啊、經理啊？去火鍋店給人表演變臉吧。你要有錢，我去床上給你表演都行。原來你一直都在裝大款，其實就是个装修工啊！赶緊滾，別髒了我們酒店。李瑩娜，你知道你為什麼幹不了服務業嗎？因為你不識貨。得了吧你！我告訴你，我們酒店這個月已經被一個神秘富豪包了。等我搭上這真正的富豪，成為豪門闊太，倒是可以找你來別墅修水管。言情小說看多了吧你？還豪門闊太，富豪能看上你？他只是富，不是瞎。李瑩娜，你有沒有想過，這個神秘富豪可能剛好是我呢？就你，你配嗎？看看你自己這份打扮，和富豪搭邊嗎？3分鐘之內，我要龍月的老闆來到我面前，告訴他我現在很生氣，後果很嚴重。喲，還裝呢？叫我們老闆來，你做夢去吧！李經理，你還和他廢什麼話？直接叫弟兄們過來，把他打死！來人！莫浩南，這可是你自找的，給我上！我還得保存體力布置現場呢。系統，你來搞定吧。收到，已啟用反彈盾牌。你使了什麼邪術？我告訴你，這可是龍悅酒店，你不要亂來，否則就等着蹲局子吧。真是不見黃河不死心。誰把他打死，就能升為保安隊長。給我上！混賬！都給我住手！老闆，這小子來砸場子。想在龍悅撒潑，我看你小子是活膩了。莫先生，我是龍悅酒店的負責人上官月，讓您受委屈了，我代表全體工作人員給您道歉。什麼？他不是裝修工人嗎？我布置自己的婚禮現場有問題嗎？可你們不僅不讓我進酒店，還要打我。上官先生，這真是讓我失望啊！你們全部給我打包走人！還有你，浩南哥哥，都是他們看不起你，你千萬不要生我的氣呀！我們都認識這麼久了。你們認識？認識，老熟人了。老闆，浩南哥就交給我服務吧，我一定讓他滿意。既然如此，看在莫先生的面子上，你就留下來吧，好好表現。沒想到這小子竟然真的發達了，我一定要抓住機會拿下他。李瑩娜，我就靜靜的看你表演。莫先生，感謝您不計前嫌，願意再給龍院一個機會，我敬您一杯，再次賠罪。罷了，我馬上要辦婚禮了，不想節外生枝。不過你們酒店在用人方面，以後還是得注意。是，您說的對，我們一定改進。浩南哥哥，瞧你的臉都出汗了，我來替你擦擦。哎，別，我對你過敏。浩南哥哥，喝酒，這是我們老闆特意讓我從酒莊取來的特級紅酒。是嗎？可我怎麼沒有聞到酒香，只有茶香？莫先生可是對李經理不滿意？怎麼會？浩南哥哥和我關係特別好。現在起，你就是龍悅酒店的人事主管，莫先生的一切事宜由你負責。放心吧，老闆，我一定讓浩南哥哥滿意。折騰半天，你累了吧？不如去酒店房間洗個澡，休息會兒，我親自伺候你。對，好好休息，直接備好最貴的總統套房。莫先生，您看如何？我覺得不太滿意。您這……你剛剛說要李英娜當人事主管？哦，我懂了，人事主管級別還是低了。您不滿意是對的，我讓李英娜當龍悅酒店的副總裁。謝謝老闆，我一定好好努力。我的意思是，李英娜，你配嗎？我的意思是，李英娜，你配嗎？我來你們酒店布置自己的婚禮現場，他以為我是裝修工人，不僅對我百般羞辱，還想讓保安打死我。發現我的身份後，又扭曲事實，編造與我熟識的謊言，這樣的蛇蠍還升他做副總？我錯了，浩南哥哥，是我有眼不識泰山，我也是被那個保安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還裝呢？別碰我，我覺得惡心。你是不是活膩了？老闆，
饶了我吧，我不當副總了，當人事主管就行。我一定加倍努力工作，回報酒店。我告訴你，趕緊收拾東西，給我滾蛋！通知全城所有酒店，以後任何一家酒店敢用它，就是跟我上官月过不去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我錯了，我錯了。你對不起的是莫先生。莫浩南，求你幫我說說情吧，你要我做什麼都行，哪怕是給您洗腳。李一娜，還記得我之前怎麼說嗎？你呀，就不適合幹服務業。今後呢，我也不想再看到你，你自求多福吧。闺女，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可以別累壞了身子。浩南他……浩南，爸，不要再提這個人了，我們都是假的，他根本沒想和我有以後。好，不提不提。林氏集團的千金，害怕找不到好男人，失去你是莫浩南那小子的損失，我們再也不理他了。喲，浩南，你怎麼才來？龍悅酒店頂層星空廳，下月18號，我包了1個月，親自布置，就是為了給你一場完美的世紀婚禮。樂隊是從維也納請的，已經在酒店待命。婚紗是從意大利訂的，前天剛空運到，所有細節都是我親自定的。你說你還沒準備好和我領證，是在做這些？這顆鑽戒是菲兒千挑萬選為我們買到的頂級藍鑽。夢瑤，你願意嫁給我嗎？我願意。對了，我們的司儀呢？你請的是哪位有名的證婚人？保密，我們的神秘司儀暫時保密。系統，我想請你做我婚禮的證婚人，畢竟沒有你就沒有現在的我們。收到，請放心，我會為您主持一場完美的婚禮。婚禮完成，您的反舔狗任務也將結束，我的使命也完成了。結束了嗎？還真是讓人怪不捨的呢。莫浩南居然要跟林莫瑶這個賤人結婚了！世紀婚禮，好啊，我們就送他們一場終生難忘的血色婚禮。可是我們剛剛從獄中逃脫，就弄出這麼大的動靜，要是再被抓到，浩南毀了我們，我一定要讓他以死謝罪。反正我們都是戴罪之身，退無可退了。你要是敢阻攔，我就先殺了你。莫浩南，林夢瑤，你們準備去地府當鬼夫妻吧。從今天起，夢瑤就交給你了，好好待她。爸，您放心，我會用一生的時間愛護她，守護她。林夢瑤小姐，你是否願意嫁給莫浩南先生？無論貧窮或者富有。我願意。楚生，你竟敢越狱！没想到吧？你不死，我在監獄裡怎能安心？只好找你們來了。
都不许动，谁敢动，我就划烂他的脸！放了梦瑶，你们要对付的是我，你们一个都逃不了。莫浩南，给我跪下，否则我杀了你老婆！畜生，你还不知錯嗎？閉嘴！浩南，乖乖跪下，爬過來！不要向他們屈服。系統，好哥們兒，最後再幫我一次吧。收到，已開啟隔山打牛。你做了什麼？放了我吧，我也是被逼的。不管你搞什麼，還能比得過我的槍？去死吧！系統，不要讓他傷害夢瑤。收到，時空暫停已開啟。保安呢？來人呢？還愣着做什麼？抓住他們！沒事了，夢瑤，有我在，誰都不能傷害你。莫先生，感謝您幫助我們抓捕了越獄犯。沒什麼，一個好的社會環境也需要我們每一個公民的自覺維護。帶走。恭喜宿主，反舔狗任務圓滿完成，自強自愛自風流，天地廣闊任君遊。願天下所有男人找回自我，不做舔狗。